各位好啊，馬主朋友圈又有消息帶俾大家啦。上次提供一匹數據碼金快飛飛，導贏勝出啦，都好好分價，有5倍幾。今次都會有消息碼提供，一定要聽晒啊！上次手股表現都唔錯啊，消息碼都中到好多隻，神驅馬力、金快飛飛、包裝天王、大回報、偉金主、皇上、一世美麗都係消息碼提供啊，都跑咗好多隻啊。另外我哋過關精選，今次雖然冇過到關，但係都中到單色4中彩啊，有觀眾都收到4000幾蚊啊，真係好好啊！一陣會交代點樣加入手股計劃噶，今日都會提供一隻碼俾大家，暫時都係好早嘅時間啊，只係有1匹馬嘅消息碼，就係第5場嘅2號川甲金鷹，今次好想拎到杯賽啊！而第一場都有半個消息啊，10號嘅星之源，原來係想俾希威森騎噶，但最後突然之間換潘頓啊，變相飛起希威森啦。希望消息可以幫到大家。另外，大家如果想得到全部場次嘅消息碼，過關建議4逢彩精選單式提供，可以加入我哋嘅手股計劃噶，亦可以加入我哋嘅網站計劃。我哋網站計劃使用方法已經製作緊啦，到時可以大家睇到啦。如果想提前續會全季計劃，亦都可以提前申請噶。我 WhatsApp 係55269236，我哋為咗賽馬消息同 AI 數據投入咗好多資源噶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更加容易去獲利啦。咁我哋提供就到呢度啦，下期見。